各位一年級嘅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哋加入黃福聯學校嘅大家庭。你哋最近係咪都開始上圖書堂呢？我哋學校嘅圖書堂有好多唔同活動㗎，例如老師會帶我哋落去圖書館借閱圖書，老師亦都會教我哋好多唔同閱讀策略同技巧，提升我哋嘅閱讀能力。點解我會知？差啲唔記得咗自我介紹添。我係曾小蕊 Jasmine， 係黃福聯嘅舊生。我而家喺加密柏語中學讀書。我好中意閱讀㗎，無論係中文圖書定係英文圖書，我都好中意。中秋節就嚟到啦，不如我同大家分享一本同中秋節有關嘅圖書啦，希望你哋會中意。月亮雪落，作者白希那，譯者蘇爾晶，出版社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。今晚好熱好熱，熱到瞓唔着，咩事都做唔到。大家都閂晒窗，冷氣機轟轟響，電風扇悠悠轉。今晚每個人都想瞓個好覺。嗒嗒嗒，咦？呢啲係咩聲？狼奶奶望出窗外，嗰個好大好大嘅月亮，居然滴滴答答咁溶咗。勤快嘅狼奶奶拎住個大面盤，衝出門口，想去接住融化成一滴一滴嘅月亮。呢盤月亮我用嚟做啲咩好呢？狼奶奶決定將金黃色嘅月亮倒入製作雪落嘅無人級，然後放入雪櫃。冷氣機轟轟轟，電風扇悠悠悠，電冰箱嗡嗡嗡，啪！太多電器同時運轉，大樓停電啦！大家都走出門外，周圍都好黑啊！就喺呢個時候，狼奶奶屋企閃閃發光，大家都隨住光線聚集到狼奶奶嘅屋企前面。狼奶奶開咗門，將月亮雪落一支支分俾大家。月亮雪落好冰好甜啊！食咗月亮雪落之後，悶熱無比嘅感覺立刻消散。今晚家家戶戶唔開冷氣，唔吹電風扇，將窗戶全部都打開，每個人都做咗一個冰冰涼涼又甜美嘅月亮夢。咚咚咚，今次又係咩聲音呢？原來係兩隻玉兔啊！玉兔話：月亮消失咗之後，我哋就無家可歸啦。狼奶奶坐喺餐桌前面，幫玉兔諗辦法。狼奶奶見到餐桌上面嘅空花盆，就決定將剩低嘅月亮倒入去。跟住盆入面開咗一朵像月亮皎潔明亮、巨大無比嘅花。呢朵月見草花朝着夜空綻放。過咗一陣，夜空出現咗一抹微弱嘅光，小小嘅一點光芒開始慢慢越嚟越大，最後變成又大又黃又圓嘅滿月。玉兔開心到手舞足蹈，搬入新嘅屋企。狼奶奶終於可以進入又冰又甜嘅夢鄉。故事就講完啦，記得記錄圖書同埋將書名記錄喺閱讀 passport 裏面。溫馨提示：閱讀 passport 係用嚟記錄早讀課閱讀嘅圖書，公共圖書館、學校圖書館、電子閱讀平台閱讀過嘅圖書，唔包括雜誌、報刊同教科書。預祝中秋節快樂，下次再見。